各位同學，好啦，我哋5A 班足演大賽現在正式開始。好，我哋首先請第一位參賽者張其富先生。好，可以開始啦。第二位參賽者程志聰先生。第二位參賽者程志聰先生。可以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哇，10啊！好，下一位參賽者容志恒先生。好，可以開始。1、2、3，哇，3啊！下一位參賽者梁俊傑先生。好，可以開始。1、2，哇，3啊！3。下一位參賽者陳偉明先生。好，開始。4啊！好，下一位徐志升，亦都係我哋嘅財富組長。好，可以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嘢！好啦，下一位參賽者莊兆基先生。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5、6，都有6下。好，我哋下一位參賽者係余康賢先生。好，可以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哎呀，7下啫，都 OK 啦 ，OK。下一位參賽者錦援先生。好，可以開始。下一位參賽者黃文康先生。好，可以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下都唔錯啦。下一位參賽者賴永峰先生。好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 6下咋。好啦，下一位參賽者麥志軒先生。好啊，冇面見人啊！可以開始。冇錯。好啦，破咗新嘅世界紀錄啊！好，下一位參賽者丁靜先生。裁判都未話開始，再嚟個，裁判都未話開始，再嚟取消資格啊！好，預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， 5下。好啦，下一位參賽者黃嘉怡小姐。開始。1、2，下一位參賽者凌泳儀小姐。未開始啊！而家先開始。1、2，哇，2下都唔錯啦。下一位參賽者鄺銀仲小姐。好，開始。1，好啦，最後一位參賽者蘇澤恩小姐。好，開始。1，好啦，首先進入決賽嘅5個同學嘅第一個就係賴永峰先生。好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 5下。進入5強嘅第2位參賽者黃文康先生。好，可以開始。1、2、3、
3下。好啦，第3位進入呢一個5強決賽嘅就係余康賢先生。好，可以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哦，6下。跟住下一位參賽者徐志升先生。好，可以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哦，6下。好啦，最後一位5強啦，程志聰先生。好，可以開始。1，得，再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哇，10下。咁換言之，我哋今日嘅全場冠軍就係徐志升先生。耶！好，各位同學。好，咁今日咧就請到咧小弟為大家示範下點樣玩呢個捉演咯喎。你估我可以睇到幾多下啦？唔係啊，玩1下都冇。破你幾多下？預備咯喎。100下。太埋啦！嚟啦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都唔算喎，快嚟咯！好，預備。1、2、3。